这是歌手林宥嘉去年杀上新的单曲，要送给买奖礼物，特别办一个抽奖的活动，送限量200张 CD。林宥嘉伫网络直播公开抽奖，结果人看到得奖的人有5月天的主唱阿信，和网友嘛笑讲大明星嘛来小济名额。Baby， 自从遇见你，我比你还要少女。歌声真特别的歌手林宥嘉有真侪歌迷进前林宥嘉办抽奖的活动的时阵，要送限量200张的 CD 出去，结果公布的得奖名单内底有伊。你无看唔到天团5月天的主唱阿信嘛来参加抽奖，佮留言写讲抽我，啊林宥嘉嘛回文讲感谢收看直播抽签的阿信前辈，刷落佮讲阿信唔免参加抽签，因为林宥嘉要甲200个名额的其中一个名额送予5月天的主唱阿信，等到名单一个公布，阿信的名甲其他歌迷的名做伙排伫内底，即写互网友看到拢讲，哪会含大明星嘛来抢名额，佮有人讲真面迄个乌箱，互网友拢笑甲变过。敢若会当讲林宥嘉的歌声和阿信嘛会杀到，歌迷嘛拢真期待收到礼物的阿信，未来敢会甲林宥嘉做伙共来唱歌。记者综合报道。